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以神对人的一生有命定，彼此勉励。经文路加福音1章13到17节。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Ikaw lila, sol sa kuya tuyo ijingraan. Zakiraya au, agakataraw, matangiray ito no kawas ko, itulon iso. Mamahufuz to fainayan awawa ko fafahi iso ji Elisabeth, ji Yohani han ko pi pangangan tuya wawa. Ulali pahag iso, halo alumanay lipahag to nika hufuz jinglaan. Umamala taramaan nay tamraw jingra i kaayaw no tapang. Zaay ko kakumaan jingra to farisuso ato cecellay yo itiar ho no inai tatang sol to mapaicer no fangzalay ahli ngo jingra tangasa inika to as ningra kakali ren ningla ko aluma nay finaulan no Israel pasasiul to faluzo nangra pasayla i tapang kawas nangra. Mamatia ci Ilia jingra tanagtag ci icer ko lemak ningra mala ayaw no tapang. Papalari ayon ningra ko mama ina atu wawa. Pasasiulen ningla ko faluzo no mariangay atamsaw paratsar to faluzo no mozelay atamsaw. Mami patala jingla to sapi hamhamaw no finaulan to tapang han ningra. But the angel said to him, Do not be afraid, Zechariah, for your prayer has been heard, and your wife Elizabeth will bear you a son, and you shall call his name John, and you will have joy and gladness, and many will rejoice at his birth, for he will be great before the Lord, and he must not drink wine or strong drink, and he will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even from his mother's womb. And he will turn many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o the Lord their God, and he will go before him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jah, to turn the hearts of the fathers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disobedient to the wisdom of the just, to make ready for the Lord a people prepared. 路加福音一开始将我们带回旧约结束之后的历史时刻。从马拉基先知之后，神沉默了约400年，在这400年间，没有新的先知兴起，也没有新的启示临到百姓。从人的眼光来看，仿佛神沉默了，仿佛神没有在说话。然而，神的沉默并不代表神停止工作，神仍然在他所定的时间中默默推动他的救恩计划。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神选择向一位年老的祭司撒迦利亚显现。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即使经过漫长岁月，即使人以为神没有回应，神从未忘记他儿女的祷告，神仍然在他的时间中成就他的旨意。这让我们看见神的时间永远准确，神的应许永远信实。撒迦利亚不是在年轻时，而是在年老时听见神的话，这显示神没有忘记年老仍然等候他的人。您一生为儿女的祷告，为家庭的祷告，为教会的祷告，神都听见了。或许你也是为个人求子的祷告，神却转变成像是为神救恩计划的施洗约翰出生一样，因为神找到了你，像撒迦利亚一样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撒迦利亚是一位祭司，他按班次在圣殿中侍奉神，烧香代表向神献上祷告。他常站在神面前侍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神不是在撒迦利亚年轻时向他显现，而是在他年老仍然忠心侍奉时向他显现。这显示神喜悦忠心的人。神所看重的不是人的年龄，而是人的心是否忠心。在圣经中，我们看见许多神重用的仆人，都是在年老时经历神的工作。亚伯拉罕75岁蒙召，摩西80岁开始带领以色列人，西面年老时看见基督，亚拿84岁时仍然侍奉神。这些显示年老不是退出神计划的时刻，而是更接近神计划完成的时刻。亲爱的长者们，您今天仍然信靠神，仍然祷告，仍然来到神面前，这在神眼中是极宝贵的。撒迦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的出生不是偶然，而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这显示神掌管人的生命，也掌管历史。人的一生不是在偶然中度过，而是在神的手中被带领。有一对老夫妻，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年轻时，他们流泪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赐给我们孩子，我们不把孩子据为己有，我们愿意把他交在你手中。多年后，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那孩子从小就是村落里的孩子王，青少年时期也不认真上学，出了社会后在大都市工作。从小父母告诉他，你不是偶然出生的，你是神听祷告所赐的孩子，你一生要属神。可是他没把母亲的心愿放在心上，所以一直远离教会，直到母亲重病住院，他在病床旁听见母亲虚弱地告诉他，你这把年纪了，要让自己的信仰开往水深之处，不要一直停留在岸边，让污水浪花溅遍全身。引用了路加福音5章4节来勉励他，然后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把儿子再一次交给你。那一刻，他心里被触动，他明白自己这一生其实一直被祷告拖住。后来他没有马上变得安分，但他开始回到教会稳定聚会，也参与教会服事。他说，我不是生而成为伟大的人，但我不想辜负父母在神面前为我流的眼泪。弟兄姐妹，
这正呼应今天的经文，孩子的出生不只是家庭的喜乐，更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父母在神面前所立的约，神都纪念，所以不要轻看，要存心敬畏神，在主面前就是神看为伟大的事。施洗约翰的出生是为了预备人迎接基督，这显示神的应许正在一步一步成就，神的工作从未停止。弟兄姐妹，神在你年老的时候还有可能像撒迦利亚一样，神造访他们夫妻，分派他们重要的任务，所以即使在人生的晚年，善用神给你的恩赐，忠心过教会生活与服事，让下一代都能得着神的救恩，来常常守望祷告，因为他们夫妻愿意顺服神的安排，至终使神为耶稣基督降生做开先锋者，使人悔改，这计划实现。这段经文最后提到基督即将来临，这提醒我们神正在完成他的救恩计划。同样，我们的人生也正在走向神所预备的荣耀曙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的人生不是走向黑暗，而是走向荣耀的盼望。现在我们正可以在一步一步走向迎见主面的那一天。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一生的保守与带领，即使我们年老，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带着信心与平安走完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感谢神没有忘记我们的祷告，神喜悦我们一生的忠心，直到如今，感谢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且正在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迎见主面的那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细细选择了我。
感受。